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您，求求您。安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没有啊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的文件，还有抽屉，是谁动的？可能是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碰着的吧。动我抽屉里的文件，是保洁阿姨的工作范畴吗？顾总，我不知道。还在撒谎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您不在的时候翻您的资料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把您的资料外泄给任何人。顾总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承认的倒挺快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作为一个商业间谍，最后的下场是什么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您，求求您高抬贵手。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你是个聪明人。张叶达，你从哪儿弄的这家医院？我是整容医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医生，那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整回来的话，那我何必要大费周折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帮就不帮，别找那么多理由。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进来。为什么？人是我带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不要问太多，知道太多对你不利。整容医生，你当过3岁小孩啊？张总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你没吃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？你怎么就怀孕了？怎么办呢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叶达，
张叶达，你是个混蛋！不行，不能要这个孩子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？我现在的行踪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你可以不用向我汇报，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你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。张叶达，你算计我！怎么能叫算计呢？这也是我们合作内容的一部分。你能不能进顾家，全都靠你肚子里这个东西了。合作？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合作？我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怎么进顾家？你当顾西城是傻子？他就是傻子，所以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个面吧。我在你家楼下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少废话！我妈到底在哪儿？苏妍希，今天我没有心情下去见你。过一会儿会下去一个人，你把东西交到他手上。等我们确认之后，自然会带你见你妈妈。喂，喂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得寸进尺的。我得寸进尺吗？我要如果不得寸进尺的话，别人会对我得寸进尺的。好了，喂，就是他吗？对，就是这个人。现在能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了吧？我有时候挺同情你妹妹的，怎么会有一个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姐姐？我跟你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儿，东西我们到手了，他妈妈要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你进顾家的时候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跟顾家到底有什么仇？我跟顾家没有仇啊，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。哼。贺锦熙，开门！贺锦熙，我知道你在家里，赶紧把门打开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贺锦熙，别给我装傻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我把东西给你，就把妈妈还给我。但是现在我突然改变主意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你不要再逼我，再逼我就报警了！你把门打开！报警？那你去吧，真的，我无所谓。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到最后，我们就看谁死的比较惨。贺锦熙，把话说清楚，开门！别给我到处都误会，快点！开门！嘿，你干嘛呢？不要影响业主休息，赶紧去！贺锦熙，你再这样，我要采取强烈措施了。你。露露，方叔，西城，
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西城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，请吧。Cheers。来，吃吧。怎么了？菜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西城，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可笑吗？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可笑吗？哎呀，锦溪，我是看你刚出院，心情不太好，我逗你开心呢。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。来，坐下来继续吃吧。啊，西城，你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骗了我，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会离开你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话了。锦溪，你别难过了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咱们两个好好的行吗？啊？你怎么了？我骗了你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我没有受委屈。西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。其实我……别说了。何锦溪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以前你经历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都不在乎，都可以原谅你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你就是你，你是我顾西城的老婆。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
常志成，好久不见。又是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弄死你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是顾西城派来的？顾西城，哦，你把我看得太简单了。我跟他干活，你觉得他配吗？那你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老板不是你的敌人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找我是想和我合作是吧？合作，合作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两方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，你觉得你配吗？那你三番两次的来找我，什么意思？如果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，请你下车。常志成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掂不起自己的分量，又不知死活。哎，你们这种人结局都很惨，你知道吗？上次的 U 盘只是一份见面礼，下面的故事再精彩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想利用我做你们的傀儡是吧？然后利用完了，再一脚踢开，必要的时候会让我做你们的替死鬼，是吧？为了生存，你别无选择。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顾西城现在已经盯上我了，所以无论你们找我做什么，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你多虑了，我们这个事情早考虑到了，越危险的人，对于我们来说越安全。你这次要去多久啊？今天必须要走吗？锦溪，我就是去新加坡出个差，几天就回来了。在家等我，越快越好。放心吧。别拉着个脸，笑一个嘛。好好笑一个，这样才乖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走了。啊，少爷，行李都上车了，真的不要我送您？不用了，方叔，公司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还有，那件事儿要尽快调查清楚。我知道。喂，贺锦熙，你又把妈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很简单，我要你离开顾家，离开顾西城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想清楚再回答我。不过苏妍希，我没有什么耐心。贺锦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
明明是我姐姐，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妈，你千万别怪我对我妹妹这么狠。20多年了，我跟着贺振东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。我当时想，不如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。可我后来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抛弃我、不要我的人是你们，应该受到惩罚的也是你们，为什么我要去死？就当我觉得一切快熬出头，我很快就能过上我想要的日子的时候，我自己的亲妹妹却霸占了我的位置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她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而我要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？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东西都寄出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都寄出去了。而且我还做了些手脚，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南宫琉璃收到那份文件的表情。最近安排你去趟新加坡。要我去新加坡？你要我去那儿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Welcome to 喜来登。来这边。明天还有什么行程？明天上午没有什么安排，下午有2个会议。如果可以，尽量把我的行程安排的满一点。是我尽量安排。对了，吴总，今天晚上还要给您安排其他的行程吗？不用了，拿几瓶酒到我的房间。哎。等一下，苏妍希，西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出来散散心。我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跟锦溪的事情，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所以我决定出来走走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既然你自己也能想明白，那就最好。我们不会放在心上。谢谢你，妹夫。你这次到新加坡来，出差。祝你在新加坡玩得开心。妹夫，这么巧，我也住这层。
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再见了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嗨，嗨，小姐，您这是有事儿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不知道小姐这忙要我怎么帮呢？我是张叶达的人。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小姐您竟然是张总的人。张总，先进来再说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我又不会吃了。进来。哎。既然你知道我是张总的人，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？明白。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出来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？出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所以你肯定死不了。我只是对你老公顾西城特感兴趣。你要利用我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在这段时间里呢，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你要是企图想逃走，我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，但是我保证不了我旁边的人对你做什么。你想利用我威胁顾西城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贺锦熙。你想用我，你想用我来威胁顾西城，根本就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会上当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贺锦熙，我也不需要顾西城做什么，他只需要接受结果就行。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，苏妍希？你混蛋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会得逞的！你放开我！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他的任何条件都不允许答应。知道了。你混蛋！放开我！你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的，顾西城不会相信你的，你放开我！南宫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男朋友并非是意外车祸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？对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些资料
是谁寄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寄信人，也没有寄信地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王侦探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南宫小姐，我会尽快展开调查的。不过在调查过程中，免不了请您给我们配合。那照目前情况来看，我男朋友的案子不是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可能性有多大，目前还不好说。这个案子存在很多的疑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那就是南宫小姐刚才给我的这些资料，那些照片都是被人动过手脚了。不管这些资料是否是真的，那个女人跟这个案子肯定脱不了关系。西城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啊！西城，你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你好好看看，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是你昨天主动找我的。西城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这些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你故意的，苏妍希，我告诉你，这肯定又是你的阴谋诡计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让第三个人知道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怎么样啊？不吃不喝，不吵不闹。苏妍希，不能这样对自己啊！啊！我死也不会让你用我去威胁顾西城的。你不能死啊！你怎么能死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死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乖。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交给你们了，只要别让他死，怎么着都可以。
没吃。少爷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也不怎么吃东西，这都多久了呀？哎呀，少爷从国外回来以后，听说少夫人离家出走了，这人就像疯了似的，每天不停地找。公司的事儿再也没管过，也没去过。那有少夫人的消息了吗？国内啊，基本上是找遍了，也不见踪影。想着是不是出国了，可一查出境记录吧，也没有少夫人的名字。哎呦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。方叔，我听说少爷之前在国外也出过一点事情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背后乱叫舌根子，你让老夫人听见了，这个家你就待不了了。我也只是说说嘛，老夫人她也没有准备要回来啊。谁说老夫人没准备回来呀？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她在外边能待得住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我给你下碗面条。我的酒呢？少爷，这里的酒都让你给喝光了，你还是不要喝酒了，喝酒多伤身体啊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把它摆满。少爷，老夫人就要回来了，您再这么下去，让她看见了怎么办？少爷，少爷，方叔，这几个月下来，您查的怎么样了？您是说，这个叫苏妍希的女人可能被绑架了？从她短时间和后一段时间的行踪来看，确实很有这个可能。那她是不是害我男朋友的人？有可能是她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心软放过她。从我们对她的调查结果来看，她应该是在替别人做事。但如果这一切都能够成立的话，她为什么会被别人绑架呢？可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匿名的把那些所谓的证据寄给你呢？这一切发展的太顺利了，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太对劲。明明知道顾西城不在公司，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正是因为顾西城不在才要来。你进顾家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好不好？给我让开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小姐没有预约。我要见你们总裁。小姐，我们总裁今天不在公司。不在公司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有位苏妍希小姐在他办公室等他。哎，小姐，没有预约不能进去。哎，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小姐，公司规定没有预约不能上楼。您这样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孕妇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董事长好，董事长。奶奶。奶奶，事情大概就是
就是这个样子，信不信由你。反正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你和西城的事儿，我早有耳闻。西城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的孙子我了解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孩子。但是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他会和你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肯定不会是他主动在先的。奶奶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说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别叫我奶奶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好了，你也不需要再装了。之前你对西城的心思我清楚得很。当时西城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上你的，你没那个机会。我这次从国外回来，不是想追究问题，而是想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？对呀。你是想让我打掉这个孩子？这可是条生命，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如果你怀的真是我们顾家的骨肉，那我肯定会要你这肚子里的孩子的。西城那儿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承认你的。但是，如果一旦让我知道不是，那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我肚子里怀的就是顾西城的孩子。哼。拨弄她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，再见，顾西城，把我忘了吧，爱我不值得，请你不要找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对不起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景熙那儿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这件事跟锦溪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，可是要钱啊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
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。少爷，您还是少喝点吧。别过。啊，您让我调查的事就没幕了。上次在摄像头里发现的那个女人，你给我闭嘴！滚出去！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。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苏妍希，我也让你尝尝没有人爱的滋味。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我身